年，遮老师大家苦心的栽培，各位今年吼，大家扶持强合，还有这个机会吼，来学习报告这个对我的介绍，然后咱今仔日会知影，听知影的连长德兴啊，请问吼，这长德兴听了敢有感受？有感受野手感觉感受真好，野手就也较悬要紧吼，嘿，有感受，心内有安怎？欢喜无？吼，所以迄个欢喜甲一般的欢喜无共，这叫做欢喜，对不对？咱敢有感受？今仔这讲书讲了好歹？好，咱以后现在的讲书吼，愈讲愈来，对不对？感觉掌声一下。原来有核心，愈来愈有进步啊，对不对？讲书有进步，咱听人感觉有进步。好。